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。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DJ TK。这阵啊，我做甲伊练一寡足歹念好清楚的语句，甲你练甲会当念足紧。今仔日咱要讲的主题就是盘喙饮。盘喙饮，汉字写作盘喙饮，罗马字写作保碗盘，此为喙，我饮饮。盘第5条，喙第3条，饮第2条。盘喙饮有2款意思，一款是讲话甲人相答，甚至相骂、冤家，这嘛是盘喙这个词的意思。另外，盘喙饮嘛是一种趣味的讲话技巧，利用台语内底声韵、声调相外的语词编做，会互人讲甲花高高的话句，一困头甲念出来，嘛叫做口喙子。盘喙饮要念会紧，会骨溜，袂夹子。头起先爱知影内容的理路，过来就是爱渐练习，安尼就会成做讲盘喙饮的好句。咱摕树顶一只猴这篇盘喙饮来做例，我先念一摆互大家听。树顶一只猴，树骹一只狗，狗跋落来弄着狗，狗也走，狗也走，唔知是狗惊狗，也是狗惊狗。咱甲斟酌听内底主要用狗、甲狗这2个声韵要我的词来铺排，佫拢是狗伫头前，狗伫后壁。先安尼听白了后，知影伊的理路，要记就较好记啊。捡起树顶一只狗了外，佫有袂少盘喙饮通耍。较接听到的，佫有花香弄破鼓，摕裤来补鼓，鼓破，裤补，裤破，布补，唔知是布补裤，还是裤补鼓。桌顶一支刀啊，一粒桃啊，野刀啊，切桃啊，唔通去切着刀啊。溜，盘喙饮，口喙子，理路。树顶一只狗，树骹一只狗，狗跋落来弄着狗，狗也走，狗也走，唔知是狗惊狗，也是狗惊狗。落尾，我阁甲大家讲一项盘喙饮的诀头。我甲你讲，你唔通甲别人讲；你若甲别人讲，唔通甲别人讲；我甲你讲，唔通甲别人讲。今仔日大家一句就讲到这，多谢观众朋友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下班。